大家好啊！今晚由張淑慧同埋顛當同大家一齊睇下天氣啊！一股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華南，本港今朝嘅天氣咧都幾涼噶，咁大約徘徊喺20至到21度。而受一道廣闊嘅雲帶影響，今日大致係多雲，短暫時間有陽光。唔知聽日嘅天氣又點呢？一齊睇下顛當預測。唔該晒顛當。預測聽日嘅天氣同今日差唔多，初時大致多雲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氣溫係介乎21至到25度，吹和緩嘅東北風，相對濕度係介乎65%至到85%之間。跟住睇下嚟緊嘅天氣啦。東北季候風啦，會喺未來1-2日持續影響華南。預料星期3至到5嘅氣溫啦，徘徊喺21至到26度。不過留意週末啦，會涼翻啲，因為到時另一股東北季候風補充會抵達廣東沿岸。星期6嘅最低氣溫只係得19度。跟住睇下華南地區天氣。澳門天晴，深圳、廣州、東莞都係多雲，4個城市氣溫介乎14至到27度。另外4個華南城市天氣方面。除咗珠海係天晴之外，其餘城市都係多雲，氣溫係介乎11至到26度。最後睇埋4個主要城市啊！北京、成都多雲，上海、天津天晴。北京最凍，最低氣溫只係得零下5度。好啦，今晚嘅顛當天氣預報就講到呢一度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